呢啲芝麻葱油卷真係好好食，又容易整。只要你跟住我條 Q 彈饅頭片，搓完咗個麵團之後，首先預備幾條葱，切成粒狀，加大約2-3茶匙嘅油、2-3茶匙嘅鹽、2-3茶匙嘅胡椒粉。葱油鹽胡椒粉嘅份量可以因個人嘅口味增加或者減少。完全攪勻咗之後，可以將搓好咗嘅麵團碌成為長方形，然後將葱油鹽胡椒粉嘅餡料平均搽喺麵團上邊，再將麵團喺大約1/3嘅位置上下接入去，形成一條長條，然後用刀切成1至2 cm 厚度嘅餡卷，每個餡卷預留1至2 cm 嘅位置，平均放喺個焗盤上邊，然後我哋喺表面搽上一啲蜜糖，撒上一啲嘅芝麻，放入去一個已經預熱咗大約200度嘅焗爐，焗12到15分鐘，表面金黃色就完成啦。咁容易，大家都試下啦。